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6月1日，經文哥林多前書11章1至16節。使徒保羅教導喺聚會中，男人不宜蒙頭，女人則須蒙頭。男人彰顯上帝嘅榮耀，故不蒙頭；女人則應喺頭上有服權柄嘅記號。但係喺主裏，男女係同等嘅。女人嘅長髮係自身榮耀，亦代替咗遮蓋。哥林多信徒敬拜上帝時，應遵守合宜次序，使主嘅名得榮耀。今日不同基督信仰宗派有不同傳統嘅敬拜上帝程序、內容同埋衣着等。我哋基督徒除咗要遵守自己嘅教會，亦都要尊重其他嘅教會。奈何有啲基督徒卻自以為是，挑剔自己嘅教會外，亦批評其他教會嘅，以致佢哋敬拜上帝時既不專一，亦唔專心，未能領受上帝臨在帶嚟嘅喜悅同埋平安。時候到了，現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父的，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，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。上帝是靈，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。約翰福音4章23至24節。阿們。